观众朋友，早早，欢迎收看《公视台记台》早起新闻，我是曹欣。花莲火车头昨暗头5点外，一架客停车唔知影什么因端失去控制，启动乌托邦甲几路人。客停车司机是掉伫咧车内无喘气，经家己送病院抢救。也即阵事故拢总造成5个人重轻伤，是怎会发生意外？也搁爱详细厘清。救护车到事故现场，有民众受伤倒伫涂骹，救护人员赶紧为检查。花莲火车站11尾5点外发生一台客停车，因为不明原因爆冲，一直弄到火车站铁闸停落来。他从后面撞到人，我们以为他没有什么事，结果就突然又冲进来撞到，先撞到人，先撞到摩托车。有刹车吗？没有，完全都是冲的。客停车头严重变形，安全气囊裂开，现场机车零件落到规涂骹，有2台机车甲1个路人被弄，其中1台机车骑士被弄甲大到回报头前。代替表示，因为多是拜5尾仔下班坐车旅客道道变济，造成2人重伤，1人重度伤势，甲2人轻伤。因为今天刚好是礼拜5哈，那刚好5点25已经开始慢慢有下班，然后旅次也慢慢增多了。警车赶到现场的时阵，计程车69岁姓陈的驾驶受困在车内，出现乌卡状态，赶紧救出送医抢救。其他2个岛的伤者皆还能正常对话，目前还算 OK。但是他的计程车司机一开始是意识不清的状况下，所以我们优先把计程车司机先拉出来急救。花莲警方初步调查，计程车是接近车站时阵开始失控，事故原因还佫进一步调查。车站评分无受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也台北这边，一个70岁的查甫人，因为无钱，伫这个月找职业工业咧用的美工刀，去银行问讲敢有钱，是去互保全做动了后来离开。经循线追查，20分钟内在银行附近逮捕刘姓犯嫌。经了解，刘姓犯嫌持美工刀至柜台询问有没有钱，经保全制止后离开，现场无人员伤亡及财损。警察接到通报了后，要监视器追查，伫20分钟内抓到嫌犯。嫌犯讲，因为无钱才去抢银行，专案是依照强盗未遂罪。以上树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了后，向法院声押核准。要今日报纸有啥物重点？咱做来看。好先来看自由时报，彰化一个查甫人收钱，甲人斗买2连锁，削减互人5压，无交回保济，嘛无退钱。法官认为依法网络诈欺罪，判伊1档有期徒。所来看联合报，新冠疫情了后，子宫头检查无到9成，子宫头癌佮摆登去女性10大癌症之一。根据上新的统计，30岁以上的女性，同年检查子宫头的比例加拿5%，44%的女性过去6档拢无体检。上尾是《中国时报》，总统赖清德去年提名7个大法官人选，综合立法院封杀，总统府长搁再提名。司法院长被提名人是台湾高等检察署主任检察官蔡秋明，副院长被提名人是最高法院法官苏颂娥。好，来看国军小汉宫操演第章圆满结束。总统赖清德特别是去到松山指挥部来鼓励官兵，宣布讲要替国军来加薪水。基层的作战部队加12000是上届多，这站是对4月初1开始实施。不过国民党的立委徐卡新是话讲加钱加了上少，南洋这边会阁提出加2万的版本。就是二战操演小汉宫特别宣告，总统赖清德日前往上指部勉励官兵，是到守护松山机场的部队，来自6节666旅。针对陆战队进驻松山机场，国防部表示，部队的战术位置是国家机密，学者分析解放军可能对台湾发动突袭，陆战队一旦快速反应，执行反击任务。台湾会坚定地站在自由民主这一边，
坚定的站在反对集权并吞的这一边。像例如说，你们刺针飞弹这一类的，可以对付这个直升机，它还没降落的时候，我们就加以它最脆弱的时候就加以打击。那这样我们根本后续就不用考虑接战的问题，直接将这些直升机击毁。现场等的装备包含204机炮、有红准火箭弹、气枪飞弹等等单兵操作的反装甲武器，展现陆战队有高机动性、真厉害的反装甲飞力。另外，大总统也伫滴水时正式宣布，甲国军将加新水4月初1生效。少校以下军官与士官、士兵是作战部队的主力，将从1万元调整为15000元。志愿役的官兵待遇的调整，志愿役加级增幅是小校以下5000块，中校、上校4000块，将军3000块，战斗部队加级第一类加7000块。第二类加4000块，作战部队的基层官士兵上侪加12000块。老总统强调，调整国军的待遇需要斟酌讨论，不是无限度划价。赖清德总统说什么加薪要有感，不仅无感，而且还让很多人现在吵着说要退伍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复议会坚持国军志愿役加2万块的版本，包括这个电侦加级、弹函馆加级跟那个网络战加级的部分，这个可能这些属于高专的，我们也希望能够长留久用。可能会有在第二波战行政院核定以后再公布。针对南洋的反对，批评国军加薪水是增加甲伤少。郭立雄回应讲，主要照顾辛苦的战斗部队、基层的官兵，若是电侦、战航管等高专人才，会有第2波的加级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好，总统府公布讲，立法院通过的总预算案甲在违法修正案，监察院针对总预算案是要伫咧后礼拜1申请释宪。也国民党这边是搁再提出反废死甲反戒严的公投提案。好，即马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就讲话啊，讲咱政府本地就无废除死刑，嘛无咧戒严，即马发动公投来反对，安尼实在是讲袂通。请大家安静一下。我们今天开会。韩国瑜中想要来维持议场的特殊，但是现场共款乱。国民党推动反废死、反戒严的公投，哪位提案？日1拜日议会议程拼要二读，但引发朝野起冲突，落尾是无结果。那也目标改拼25议会要来二读。不过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回应讲，两个公投案是政府部的政策，提公投要求卖做逻辑有问题。如果说这样子的公投有结果的话，也没有办法按照公投法第30条的规定来发生它的效力。样子上好像是独立的中选会，请就不要对立法院的提案予以置喙。好，那立法院提案有立法院提案的想法。蓝营为了反制这个罢免而提出了反废死跟反戒严，事实上台湾没有废死的问题，死刑确实是在执行，所以这个部分是个假议题。李进勇进一步解释讲，创制是讲，即马政府无的政策，透过公投希望政府会当制定施行；复决是透过公投要求政府废止现有的政策，强调会等公投主文含理由书送到中选会，再个召开委员会来审议，依法来裁决。行政院长窦永泰是中心这两件代志根本都无存在，要求拄好就好啊。另外，总统府赶伫2公布总预算案和在违法的修正案，外界关心行政院敢会有后一步的救济手段。就中央政府总预算而言，除了立法院之外，其他的宪政机关都受到很大的影响。紧接下来的时间，来跟所有的公法学者来做更进一步的研究。窦永泰强调讲，所有的宪政机关因为预算胎动和司法的影响，会要求在宪政精神之下有一致性，而且做必要的分工。另外，因为业务恢复大幅体检，正正开第1层的监察院，下第2是正式向宪法法庭来送证，申请释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以色列甲哈马斯这边停火协议会当讲是完全破局。哈马斯是搁再向以色列的大城特拉维夫下3粒火箭弹。另外一方面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怪罪伊的国安局长，无提早了解到哈马斯会来发动攻击行动，是甲伊来换掉。אני תובע לשקול טוב טוב כל צעד וצעד ולבחון האם הוא תורם לחוסן הלאומי ובמיוחד אם הוא תורם למאמץ המלחמתי ולהשבת החטופים.
伫纳坦雅胡内阁以无提前伊伫哈马斯恐怖攻击甲真歹信任做理由，开除国家安全局局长巴尔的几个点钟进程。以色列总统赫祖格头一届公开对政局发展表达烦恼，伊讲要完成甲人质带回来的神圣任务，另外又搁要恢复战争，互人真歹想象。以色列政治体制。是款是掌握伫总理的手头，总统是一个代表性的工课，伊即个罕见的表态引发外界高度的关注。特别是这个月，国会要进行年度预算表决，纳坦雅胡政府精细裁减教育甲医疗支出，大增加极端正统派犹太教领袖的支出，引来真侪批评的声音。2021年接管国安局的巴尔，任期按规定是要到2026年，表示纳坦雅胡真正的动机是因为个人的利益，无就是组织调查地属恐怖攻击的原因甲其他严重的事件，要求互人质平安放回来示威队伍，含指控纳坦雅胡威胁民主的抗议人士。20暗时，伫湿冷的歹天，组织伫国会甲纳坦雅胡徛街外口进行示威，现场有几6千人。I feel that the Israeli democracy was hijacked by the worst people possible, people that care about nothing but their very narrow self-interest. 迄天的特拉伊夫耶路撒冷是但几落波的空袭警报，是加沙哈马斯向特拉伊夫发射3粒火箭炮，显示哈马斯的军事能力伫17月长的战事也未完全消了了，互哈马斯绑票，伫看袂到外口的棚坑内底，互人关491天，2月7日伫伊哈瓦人的行动互放回来。的以色列人质沙拉比，日早伫联合国安理会听证会，讲伊亲身的遭遇，伊讲伊互人靠手艺，无物件通食，互人争，佮互人侮辱。Hamas eats like kings, while hostages starve. Hamas steals from civilians. Hamas blocks aid from reaching those who truly need it. 以下的停火协议破局，这一波新的战火，3日就大走，共要600人的性命，其中囡仔就占140多名，是最近1年以来一日上悬的囡仔死亡数量。破坏上深的甘尤尼斯救援人员日早伫一个省长的公寓内底，发现一位才出世25天的查某婴仔，伊的爸母甲兄弟等等的亲人，全部拢予炮弹夺走性命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回转来咱台湾，中国配偶鼓吹中国武力统一咱台湾，即马阁有2个中国配偶同款互检举，确定讲废除移亲许可限期离境。要来进步这边是靠台清查台湾人有摕中国身份证的，目前是查到14个人，这14个人是拢总会替小户籍废掉台湾人的身份。要当中敢有入场我中国的艺人黄安。落会表示讲是有咧查，那确定伊有摕中国的身份证，就会注销伊台湾的户籍。台湾人有中国身份证风波一直拖，根据内政部统计，只有40多人进入调查庭书，有14个民众被注销户籍。艺人黄安也捌侪摆发表亲中言论，刘伟国证实才伫调查黄安是毋是申请中国身份证。有包含黄安，不予证实，各自。我们不是对他无可奈何，我们会看看。他在中国大陆发展那么多年，有没有申领中国大陆的身份证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会立即注销他台湾的身份，也会跟主管机关一起合作，看他跟中国大陆的党政军有没有合作行为。因为国随不同言论后废止居留权，并且限期离境的陆培雅，海基会讲支持政府做法，更加以感细胞加税比率，强调若无处理，会像感情相关一直拖。我只希望我能够留在台湾陪我的小孩。他会把小孩拿来，这个做一种也是政治诉求的工具，甚至讲说要武统等等。我觉得我很难想象一个妈妈会这样子，所以他现在讲说以孩子作为一种诉求要如何，其实我会保留蛮大的问号。伫雅雅了后，陆培小妹阮其相关互检举，伫网络发布做破，鼓吹不同亲中言论的影片，以便树立伊讲经过查证，并且通知当事人讲因的意见了后，已经回向相关机关，确定废止2人的移亲居留许可，要求限期离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恩琪。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伊民宿讲，小美团的影片内容包含台湾几路上菜拢是即个五旗红旗等等，感谢消灭咱国主权。也若文琪讲到解放军演习展现强大的军事实力，也个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这国粹武统的侵略。同时，伊民宿也讲，绝大多数新住民拢认同台湾，爱民主主义为核心价值，呼吁民众只有团结，才会到避免分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好啉饮料哪会啉到这？台东有一个民众讲起要一罐凉的来食，速讲插落去，煞去输着乌乌软软的物件。消保官就讲民众若拄着安尼代志，消费者会当提出申诉，爱厂商来赔。也饮料内底有怪怪物件，嘛会通报食安来检查。饮着物件民众将饮料包装打开，发现内底出现乌乌软软的物件，虽然无怪味，毋过漱一喙，感觉是想要吐。还是一样是水果茶的味道。刚刚喝到什么感觉？软软的，就感觉不对劲啊。李先生表示，一直暗时伊买一个水果茶，饮着一喙，有物件就吐出来，目前身体是无问题。不过台东县消保官表示，若消费者感觉安尼食品无安全，应提出申诉，请求厂商赔偿。不过制作公司无伫台东相关的食品安全检查，会转予当地卫生机关来处理。如果这个食品是不安全的，其实行政机关也会因为你的申诉来发动行政检查，那来调查看看这个食品是不是合乎规定。饮料商表示，消费者来申诉一定会妥善处理。不过李先生讲，过去啉饮料无安尼经验，短时间内可能唔敢去啉，看无内容物的饮料咯。公司新闻台东报道。台北市彼得县一个狗仔家人，动保处就认定讲事主无在调甲狗仔管得好势，是讲这甲狗仔带走也罚这个主人20万。都有医生提醒讲，咱民众啊，若去互狗仔咬着伤，空喙是真高感染，就爱紧去互医生看。已经2摆甲民众咬着伤的彼得犬拉去，互动保处没入了后，一看到有人挖过来，感觉是随对人在吠。台北市动保处讲，已经收到拉去原本的饲主纳的20万的罚金。目前拉去嘛是家己一个关伫咧暂时收容下，敢有人申请领养？动保处安尼讲。我们还会看过，就是说这个民众，就是他有没有饲养过真的比较凶会咬人的比特犬。目前为止，就是大家都有传言很多要来认养，但是没有跟我联系的。急诊医师甘立健讲，根据健保的统计推估，当年差不多有2万人互狗咬着伤，大概差不多有要60个人去就医，其中老人、负责人、囡仔等等，上会去用咬着伤。动保处提醒讲，若是伫咧路顶看到狗仔，伊出现颔棍后壁的毛翘起来，耳仔对头前翘起来，还是尾溜变长在摇，还是现喙气在吼，都要注意讲，这狗仔有可能当伫咧要攻击的状态。若是讲歹运，真正互狗仔咬着，嘛袂当大意，因为狗仔的咬合力真强，加上喙内面有真侪细菌，若是民众互咬了后，感觉有伤着骨头、神经，还是无法度指挥，本身有免疫力减弱的病，亲像糖尿病，过去5当无做破伤风疫苗的，拢爱就医。如果已经咬到肌肉层的话，可能会影响到深层的这个感染。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快的送医，然后呢要做完整的伤口清理。我们用生理食盐水来做伤口的一些照护。那头3天的话呢，尽量就是不要一直去泡水。如果是在下肢的话，当然还是尽量我们下肢要能够提高，能够让这个发炎能够快点被代谢掉。医师提醒讲，互狗仔咬着，若有正确的紧急处理，会当降低感染，老包含组织损伤的风险，则袂因为无好好处理空喙，去影响到后壁的外观和日常功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中华鹿港国小是有办8馆的课程，带学生囡仔去庙内、去布拉店内底找找8仙的形状，要互这个囡仔了解办仙戏当中最8仙的故事。学生囡仔伫庙内抬头看，找到8仙，随翕相记录起来。中华鹿港的鹿港国校啊，甲文化局合作8馆课，为着互学生啊更加进捌8馆办仙戏、水8仙的故事，学校特别带学生去庙内、布拉店侪所在找找8仙的影子。老师咧上课的时有讲过8仙的故事，今仔日阮来鹿港找8仙伫倒位？我今仔日出来找8仙，有看到木雕的玻璃彩绘，我感觉足水的。鹿港的庙真正足侪8仙的，我感觉足好耍、足趣味的。神话传说内底8仙，一般讲的是好仙姑、汉上主、泽国姑、拿彩盒、
汉钟离、李铁拐、李栋斌加张高乐，个人有个人的发起加卡力。除了传统戏曲接出现的八仙祝寿、水八仙、庙宇砖塔，嘛通看到八仙的影子，有代表福气加好运的意思。北管办仙戏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八仙戏，所以我们想说带他们就是来鹿港社区寻找一下各间庙八仙的踪迹，也顺便让他们认识一下鹿港社区有哪一些文化跟历史。八仙其实是庙宇啊，是咱邻家厝内底拢会使看到八仙的形影。啊，有的是茶雕的，啊有的是绣旗，啊有的是彩画、金竹吹，拢会使看到足侪八仙在咱生活当中。学校表示，透过找找八仙的过程，一来会当加深学生仔对民间信仰的认识，二来也会使看到雕刻、彩绘、刺绣无共创作方式的八仙，互囡仔了解台湾的传统工艺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观众朋友，若讲到家己，是毋是随想到野球甲鸡肉饭咧？不过即马家己已经有变化咯。今仔日暗时7点半，青春咱的网就要带大家来看一阵少年人因踮伫街仔头来表演拍影片、办导览活动，招外地游客甲在地朋友，做伙用无共款的方式来感受家己即个城市的生活力。小城改变即个活动，串联家己市22个景点，提供互民众线索。互因去了解家己即个城市的文化底蕴。王世恒导演，家己做纪录片、电影调查的经验，设计做游戏，还为澳门来台湾结婚的友企合作办活动。即届剩60组，对影像有兴趣的高人来甲家己，要挑战36点钟，找故事拍微电影。阮是影像工作团队嘛，阮咧填调的过程，就是咧要比赛的过程。我想要成为一个城市的微血管。就像讲吼，我会使甲遮的吼淤青的所在，人排队的所在，就是我感觉淤青的所在。我会使拍开遐淤青，互遮的人流会使去不同的所在。伫家己市举办的第4届有事青年节活动内底有表演、有展览，也阁有实景改编游戏。这阵有事的少年家，因整理遮的老家的历史，甲包装做本岛人的街仔路，袂输转去甲昭和的时代。甲杂货店、甲布具店，拢变做是微型的博物馆，是请侪外地游客、甲在地人做伙来参与，认捌家己用过的故事。像咱岛的故事，伊嘛是历史的一部分。今日来咱这间店，咱就会使甲这个故事用和人客足近的距离，含做分享安尼。因为这届是一个实验性的合作，所以阮会甲大家团队个集合起来。来回顾安怎做会更较好，阮希望这会使变成明年一个很好的基础。无看日头唔知道，无流喙手唔知道，无办活动唔知影家己有偌高。家己市相信少年人就是城市的未来，只要互因发挥甲实验的舞台，这家己的少年家，因会继续无私找事，做出更较侪好事。记者陈向德蔡宪忠综合报道。观众朋友，咱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天气的资料。北部地区低温11度，上悬25度；中部地区低温10度，上悬24度。咱观众朋友就要注意早暗的温差。南部地区上低12度，上悬26度。南部这边上低12度，上悬24度。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，我是曹欣，明仔再讲这时间，咱再会。